起造1874年发生牡丹社事件，日本派兵侵犯台湾，清国派辛保征来备办防务，搁派代表甲日本参详，要求因退兵。为着加强防务、保守安平、保护府城，才申请起造炮台。建材是用日兰叶城的砖仔，甲西洋式红砖仔，4颗位仔有外号高，内底灌海水，量基约有10尺宽，人外悬深，设东南向城门一座。1876年完工，毋但是台湾第一座西洋式炮台，阁有5门英国制 Armstrong 精装式的大炮，重量18吨，威力是真大。炮台下面是用3合土起的，厝顶有2尺高，主要做防空壕甲仓库。英国已经歹去，打改做鸡仔砍头。20世纪初期，大炮因为损害，煞变做歹动旧舍。柴桥也断去，城门改用砖仔封起来，原本的生造已经看袂出来。1975年，台南市政府纪念起造炮台100周，才阁照原登起，变做眼视镜即款。